如果你想投資鋪位，要細細注，要高回報，日後仲要有升值潛力嘅話，你不妨考慮土瓜灣嘅呢一間鋪。土瓜灣嘅投資前景係值得睇高一線，由於佢係靠近啟德發展區，而市建局亦都有計劃將土瓜灣同埋啟德打造成為東維港灣區，而土瓜灣亦都有多個市區重建項目，會提供超過4000個住宅單位同埋大量嘅商業樓面，而今日推介嘅物業正正就係喺呢啲重建項目嘅附近。物業嘅地址係浙江街31E號鋪，係屬於土瓜灣嘅民生消費區。鋪頭嘅前面係有呢個斑馬線，行人暢旺。建築嘅面積大概500平方尺，電力有3水100M，有洗手間。交通方面非常之方便，土瓜灣地鐵站去呢個鋪只需要係1分鐘嘅步程，而呢度又近土瓜灣道。呢個鋪附近好多民生嘅餐飲，亦都有好多民生嘅品牌，例如麥當勞、71。現時嘅租客係連鎖嘅烘焙餅店，租客穩健。而呢一個鋪嘅位置係咁優越，有租金回報高，而亦有升值嘅前景，係一個唔錯一個投資選擇。